中国最近包括梅将菌、流感，还有新冠病毒等等5种病毒疫情压关。咱国疾管署表示，对即马开始，机场还有港口拢会加强防疫的戒备，嘛提醒民众，若是要去中国，就要先去做预防针。赶大包小包行李，民众伫机场报到柜台等候线头前照顺序排队准备报到位位。最近中国全国呼吸道疾病发生率升悬，民众大部分有准备。口罩就先戴着这样子。我今天回上海，流感我已经打过了，新冠没有啊。洗手啊，你自己手保持干净就好了，不要乱摸就好了。根据中国官方公开资料指出，中国北方类流感疫情已经连续5礼拜快速升悬，问急诊占比来到6.2%，是过去3年同期的2.5倍。依照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中国所提供的资料，这波流行除了以微象菌为主以外，同时也有腺病毒、呼吸道的融合病毒、流感也有新冠，真侪种病原做伙流行。这一波的流行呢，是以儿童为主，而且是多重已知的病原所造成的。如果说近期要前往中国的这个民众的话呢，出发前可以先接种流感跟新冠 XBB 的疫苗。国内医师是讲，自从今年2月喙癌灵渐渐放映了后，确实造成一波刷一波的呼吸道感染。最近因为乙型流感就医的人数确实有变多，另外微象菌感染的病人原来增加不少。流感跟新冠都有少一些，但是 B 型流感是增加，但是病人却多，非常的多。那我个人推估很有可能，其实应该是梅将军。面对中国多病原疫情大流行，疾管署已经全面加强国际机场港口戒备。机场电子看板加走马灯拢会设置告示，提醒中港澳入境的旅客，若做有症头，应该爱就医，并通知旅游署，也请医师都要注意询问相关的旅游署。记者综合报道。